这啉酒啦、补粉啦，拢正伤身体。讲这个心肝头，若三不五时就举起来疼，或者是总是感觉喘气喘袂过来，真有可能是心脏衰竭的症头。讲会带着心脏衰竭的人，大部分拢有三高甲心血管的疾病。啊，长期补粉啉酒，都是带着心脏衰竭正主要的原因。尤其是补粉，这个补粉嘛，真会引发着中风。国健署上新的数字，每加补5支粉，都会增加12%中风的风险。但是讲这中风的患者拢无咧惊，有3成也是照常咧补粉。关键时啊，唔但爱穿好手，尤其有三高甲心脏疾病患者，心脏更加爱顾。进程度一个50岁王先生，血糖血压拢无正常，佮照3顿应酬，一直到寒天才发现讲，伊感觉伊心脏会痛，无力，强要无法度喘气。到病院一个检查，确认讲伊心脏的功能已经败去啊。就是像是心脏科的末期的疾病，就是心衰竭。因为不管是高血压性心脏病、心律不整、心血管疾病，或者是心肌的病变的话，到最后会都是产生心衰竭。一般来讲，心脏的败去，较有发生伫65岁以上的族群，大部分拢是有三高，也是心脏血管的疾病。食粉甲啉酒嘛是主要原因，尤其是食粉更是心脏血管疾病罪魁祸首。依照国健署最新的公布的数字显示，讲每加食5支粉，就会增加12%的中风的风险。真侪患者得到肺炎了，拢愿意改粉，不过中风的人有3成要伫食粉，显示民众对健康的知识爱搁加强。抽烟的话会长期造成血管发炎、粥状硬化，就会容易产生血管性的阻塞。如果在心脏，就会容易产生心肌梗塞、冠状动脉疾病；如果在脑部的话，就容易产生脑中风。减食1支粉，减1摆危害，为改粉开始，找回家己的健康。